咱准备心，咱开始今仔的礼拜。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，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列邦的中间，讲起伊的荣光；伫万百姓的中间，讲起伊奇妙的所做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呵乐；伊伫正生命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这是咱请敬拜团带领咱来呵乐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很开心我们再次在神的殿中，我们用诗歌，我们用百般的样式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，邀请你一起起立，我们用第一首诗歌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》来赞美他。他是从诗篇第23篇来的，他是我们的牧者，使我们不致缺乏。用第一首诗歌赞美他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是我让我青草地，在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灵魂舒适，我走正义路。我睡过死荫幽谷，也必不怕遭害。在我的人面前，为我摆设筵席。你用油膏我的头，使我不被蚂蚁。一生一世有恩惠，有慈爱跟随我。我要住在你眼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
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和你的竿，时时都安慰我。嘿嘿呦，嘿嘿呦，有慈爱跟随我。我要住在你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在我敌人的面前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为我摆设筵席。你拥抱我的头，是我不明白的。一生一世有恩惠，有慈爱跟随我。我要住在你殿中，直到住在神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要住在你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要住在你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拍手将赞美献给我们的上帝耶和华，是我们的牧者，使我们在生命中没有缺乏，使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用慈爱。用跟随着我们的神，我们用第二首的诗歌《神羔羊配得》来赞美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担当了我们在世上的罪，还用宝血洗净，遮盖了我们。我们用第二首诗歌。感谢你的十字架，感谢你付上代价，担当我罪和羞愧，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。感谢你无比大爱，感谢你的恩双手，都写洗净我无悔，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。神羔羊配得，我在这轮回冠冕，你作王到永远，来这颂赞美，也是神的旨意，从天降下被钉十架，神羔羊配得，神羔羊配得。感谢你的十字架，感谢你付上代价，担当我罪和羞愧，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。感
是咱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夜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两法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遮知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这是咱来启用，启用文第21篇，诗篇100篇。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。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咱是伊创造的，咱是伊的百姓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着感谢伊学了伊的名，伊的慈爱到永远。这是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搁一摆组织伫遮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，互教会有遮尔侪优秀的同工来侍奉你，也互优秀的少年人愿意加入服侍行列。阮看到教会服侍的人数会增加，阮深深感谢俄罗主，一切拢是主你圣神的带领，也求主，互遮个听你的同工，因为听你来得到祝福。主啊，你是丰盛的主，当门徒看见五块饼、2只鱼。因所看到的是不足、无够。主啊，你所看见的是丰盛。你也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5000人来食饱，搁有剩。主啊，阮常常看见感情的不足，互烦恼大过信心。不足的信心，互阮来软弱，互阮每斗的祈求哪来哪无气力。主啊，阮知你的时间的运行甲阮无共，你所要爱成就的事，阮无法度用阮的时间去量测。阮常常因为几道祈祷，心内感觉无得到回应，就渐渐失去信心，认为上帝并无听阮的祈祷。阮生起内心也无安静来等待上帝对阮的安排。阮常常双手摕着物件，期待上帝互阮搁较济。阮拢无想讲，若无将手中的放下，怎又通接得了对你来的丰盛？求主帮助阮了解你所要互阮的祝福是安怎来加添互阮，互阮放弃人的想法，学习用主的眼界去看待这个世界，建立阮家己的信心来迎接上帝丰盛的恩典。求主特别眷顾身体病痛、生活艰苦的兄弟姊妹，求圣神甲因同在。帮助因早日脱离生活的困境甲病痛。这是阮将今日的礼拜交托主，求主带领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是咱请圣歌队来吟诗。
亲像你找我入世间，我也有找因入世间。我为着因来做圣，互因也对真理来成圣。我毋若为着遮个人求，也为着对伊个话来信我个人求，互因拢做一个，亲像爸。你踮伫我，我踮伫你，互因安尼踮伫咱，就互世间信你找我。你所互我个阳光，我已经互因做一个，亲像咱会做一个。我踮伫因，你踮伫我，互因会完全来做一个，互世间知你找我，也知你会听。你听因，亲像听我一样。以上愿主祝福伊家己个话。这是咱请蔡长老来为咱讲道。讲道的题目是对合一迎向使命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请跟隔壁讲平安哦，有的从瑞士来，有的从美国来，所以你们讲平安要用你们的心祝福人家平安。今天早上我一来的时候，遇到姚长老的两个妹妹啊，跟妹婿，有的从瑞士来，有的从美国来。然后姚长老站在门口，然后他们去喝咖啡，没有找他。我们台湾的咖啡真的比较好喝啦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看到你们来就是心里高兴，那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来做礼拜是非常美的事情，请你跟隔壁的讲，来做礼拜是非常美的事情。哎，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？哎，你看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合一走向使命。那我们怎么来做呢？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主题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认真做？有。但是从合一走向使命，一个很大的是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。但在马太福音28节给我们一个什么大使命？你要召万民。然后在主日行传第1章的时候要做见证。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大使命，我们怎么样在合一之中？在真理上的合一，能够来成就神的使命。我们接着来看合一跟成圣。我们人生会经过3个阶段，我们因信主而称义，然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更重要的，我们逐步、一步一步成圣，分别为圣，有神的样式。咱头拄咧去拢各背时，咱特别都讲啊。我信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上帝，一的上帝。我们是共同的教会，合而为一。我们要的是合而为一，所以我们的今天的目标，刚才已经讲到，从合一走向使命。要合一，做什么？走向我们的使命。那什么是我们的使命？我们一起互相来检讨，一起互相来参考。那么，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到21节，我们请玉芳帮我们念一次好吗？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我为他们的缘故，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人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对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合而为一是怎么样？在合而为一，在主耶稣基督，在三一神的下合而为一。我们要合而为一，才能够走向我们的使命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的时候，老约翰说，记载耶稣讲的话是什么？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他不是说用我的话使我成圣，而是我的话就是真理。主耶稣的话就是主耶稣就是道。约翰福音第1章跟我们讲什么？起初有道。道与人同在，可是有没有接纳他？没有人没有接纳他。在第10节说，我们不接纳道，就道是神的话语。所以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怎么讲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我的话，靠神的道。
神的道在创世的时候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他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神的道就是所有的道就合而为一，所以主耶稣帮我们祈求，主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他也是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，他可以做无所不能的事情，知道他的父神讲的是什么，他经常跟他的父神沟通，他知道父神讲的是什么，他们是一体的。可是他也是完全的人，因为完全的人才能够替我们赎罪。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我们都有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那我们自己，那本身找我们自己本身当赎罪祭、当挽回祭来献祭，上帝有没有接纳？上帝是公义的，他要的是无瑕疵的，无瑕疵的人，我们找不到了。只有上帝自己下来成为人，那个人是无罪无瑕疵的，帮我们做献祭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从合一走向使命。今天是我们的复兴年，我们一直感到我们的会友在增加，我们感到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使命非常的迫切。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得救。从去年我就一直在讲启示录的7章14节里面所讲的144000个人，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你们，代表着你们的得救，代表着你们在生命册上是不是有神记载的一笔？我们要每个人在生命册上有神，到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讲说：“哦，就地了，你也去教。”不要紧，还100年了，没烦恼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连接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有一天蒙召在天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互相过在那牛奶与蜜的地方，没有哀哭，没有愁烦，那种有生命水流起来，然后躺卧在青草地上的那种日子。什么叫做一呢？什么叫合而为一呢？合而为一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一，而不是合。合更重要的是在一。我们不是夫妻，我不相信夫妻在一起，今天不管你在瑞士还是在美国，你们2个夫妻都不吵架的吗？你们举手给我看一下好吗？不管是瑞士人还是美国人，你们都没有吵过架。圣殿的不要说谎话哦，不敢举手吧？我跟我太太就经常吵架，不经常是有点夸张了哈。我跟我太太也是会吵架，朋友之间会不会吵架？兄弟会不会吵架？姐妹会不会吵架？我们都说小孩子吵架越吵长大感情越好，不晓得真的假的我不知道，因为现在我们家那2宝非常会吵架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他们长大感情更好。我们经常处在 under attack 之下，仇敌经常攻击我们，尤其我们越舒适教会越复兴的时候，我们越遭受仇敌的攻击，所以我们要趋向于一。一是谁？一是真理呀，一是上帝的真理，一是成圣。我们要学习上帝的样式，我们要学习耶稣所有的教导，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一就是新造的人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很漫长的过程，但是我们在竭力去追求，在竭力追求的时候，因为一我们才会有相同的生命。我们爱相通，我们思想相通，我们观念相通，一让我们彼此能够相聚在一起。然后什么叫做合一呢？要完成合一来达成我们的使命，第一，我们要能够安慰及体谅。诗篇告诉我们，他医疗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在座的各位，你有没有遇到伤心的地方？我觉得有吧。一定有，人人都可能遇到伤心之处。你在世上本身就有苦难呐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有苦难。没有啊，我说我过得很好，你怎么这个蔡某某你在诅咒我？我没有诅咒你啊，你有苦难，我有苦难，每个人都有苦难。但是重要的是，在苦难之中，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爱去安慰他，去抚伤他的心灵？用咱的手去听伊，去压在伊，替他祷告，安慰着他。伤心的人需要的不是唠唠叨叨跟他讲道理，说有什么好伤心的啊？你这个你的钱财虽然少
也不会比人家少。你看路边的一堆乞丐，你去台北火车站看一大堆游民。如果你能够安静的握着他的手，陪你流泪。人生最美丽的是陪人流泪。他很难过，你陪着他流泪，陪他祷告，让神抚摸他的心，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安慰的使者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安慰的使者，知道怎么去安慰人。安慰人最重要的是在神里面知道怎么去安慰人。我们要在主里合一。我们的合一不是说，今天要跟蔡某某合一，蔡某某讲的话，然后我们就遵照他的话去做，错啊！主里面合一，圣灵会引导着你的合一。我们借着圣经，其实我一直在强调。我们中信教会最大的资产，我不是说其他不重要，最大的资产是我们的查经班，我们的关怀据点，我们查经班，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，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有秩序的来将神的话语烙印在我们的心里。合一很重要的是什么？要跟福音相称。当你在做这些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在带敬拜赞美。你可能会听到一句话哦，说你们很爱作秀，你们非常爱作秀。我从大学都被人家讲很爱作秀。那有一些老的信仰的前辈说，你们怎么那么爱作秀？因为你们在中正教会第一次用敬拜赞美，那就做诗歌赞美。那时候是美国的 Praise 拿过来的诗歌赞美，张明强他们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观摩我们的诗歌赞美，我们的乐曲比这个还多。然后一些老的就说很不习惯唱敬拜赞美，你们怎么那么喜欢作秀？那没关系啊，反正那时候20-30岁作秀嘛。我很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更多人喜欢作秀，好吗？你要作秀，为了服侍神，只要出于神的，就不是叫作秀，叫做侍奉。其实侍奉在这个英文的名词也很好玩哦，就是 rise， 我们都会把它换成服务。其实诗人跟 worship 跟敬拜，你看它的字根是同义的。我们侍奉就是一种敬拜，你怀着敬拜的心来侍奉，是蒙神所喜悦的，而不是张扬你个人。所以那不仅仅是 surprise， 而是 worship， 是真正的敬拜，在神的面前，那敬拜是要与福音相称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敬拜与福音相称吗？你注意查考圣经。你在查考圣经之中，你会发觉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话，每一句话都非常宝贵。所以在主里面要合一。我们看圣经有很多的例子，当初保罗在安提阿教会要去传道的第一次的旅行传道的时候，跟巴拿巴带他的姐姐的儿子约翰马可要去做第一次传道旅行，到巴拿菲亚的时候，谁绕跑？马可绕跑。但是大家有很多解释了，有人解释说，因为马可看不惯说外邦人没有行割礼啊，那大部分的解释都说，他是富家子弟嘛，你看他的家是马可楼，可以容纳120个人在10天里面在那边祷告，等待圣灵的降临。好呀，阿下囝，你叫他去传道，他那么累的东西，那么累的工作，去到那边都未得之民，那些人都不相信耶稣，你到那边去跟他们传教。经不起累，经不起痛苦，他跑回来。那第二次呢？保罗跟巴拿巴要去传道的时候，巴拿巴说：“那马可也跟我们一起去吧。”保罗说：“坚决不要，我不跟你同工，你不能去。”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两个分开。可是他们在主里有没有合一？他们主里合一耶。巴拿巴跟带着马可做了很多的事工，马可以后彼得也造就他。保罗。因为使徒行传大部分都是记载保罗跟他的书信，所以马可我们反而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马可。可是20年后，保罗在监狱里面所讲的提到的是什么？请马可来看我，他的信仰的儿子提摩太跟马可。所以保罗现在讲说，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啦。以前我什么都不懂，我错了啦。上帝，我错了呢，我就不会说起来，我就不敢做。其实上帝是给你一个磨练，那个错搞不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印记，
一个宝贵的刻痕，十字架的刻痕是宝贵的，所以马可也成为一个信仰的长者，在主里的合一。我们要所有的成见，我们要把它摒弃，我们只能够在主里合一。在主里合一是什么？要参加合一的服务啊！我们经常建共同教会，然后其实今天里面，如果特别讲他的话，可能他又不高兴，我们吉阳丢了哦。他4点都要跑去北恩那边讲道。我想你们很少去恩友教会啊，如果你们去恩友教会，你们才会发觉到说，世上苦人多，世间上哦，那个艰苦的人足多。而且奉献呢，他们那边奉献有一个特色，我们的奉献哦，你去看奉献袋绝对没有声音，对不对？你就放个100嘛，哈，没有声音的。如果你去恩友教会，你会听到咚咚的声音，他们奉献10块钱。哎呀，我没有钱，我奉献10块钱，感谢主。他们能奉献10块钱非常好，他是皆有，他搞不好是祈祷得来的10块钱，他就奉献下去，上帝更悦纳。所以我们这个合一要知道，所以有2个独木桥，很窄，一边山羊走过去，那边山羊走过来，2个相遇，哇，走不过去了，你让也没办法让，挤不过去，2个在那边就撑着，2个山羊就在那边对看，看了很久，看了好久。也过不去呀、啊，太阳一直下山了，他们2个也过不去。另外一个桥，窄窄的，这个窄窄的桥里面有2只绵羊走过来，他们一看，怎么样都走不过去，就一只绵羊就跪下来，趴下去。另外一只绵羊从他的身上就这样爬过去，2个人就都过去。这个叫做合一呀、合一就是你能够谦卑。背下，就像主耶稣基督的降杯，你若谦卑跪下来躺下去，让另外一只羊从你身上过去，那个就能够合一。不像那2只山羊，搞不好一辈子就在那边顶着头，到死掉的时候饿死掉，都还过不了桥。合一非常的美，但是相对的，我们教会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之中。多多少少，所以在 under attack， 在魔鬼的攻击之下，就像我今天早上听到我们去喝咖啡，心理上突然叫了一下，咬到牙齿。我不晓得你们有咬到牙齿的经验，所以我现在讲话闹哄哦，因为我咬到牙齿，好像舌头不太连贯的感觉。可是没关系，在主里面，所有的错误、所有的侮辱，主都替你分担。我相信。你们在侍奉的过程，你会遭受很多的批判，但是不要怕，神跟你同在。为着神的所有的侍奉被攻击，你要把它当作荣耀的冠冕。今天我看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我们的欧长老就会po一些查经的心得出来，不叫作秀。你将你的心得po出来。如果现在我今天才看到我们的周报，我们今天的周报特别编好，我们周报后面只有我的讲道大纲，不要忘记啊，今天讲道大纲跟我讲的不太一样啊，所以你看那个讲道大纲跟我讲可能又不一样。如果相对的有一些小见证出来，或者我们可以po我们的那个查经一些心得，也蛮好的。只要我们以圣经做我们的中心，那我们这个教会就会得到神的眷顾。合一在主里面。不是人的合一啊，我们就光靠人的合一啊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主里面的合一啊，合一不是对齐，向我看齐，当过兵的人都知道，中央为准，向我看齐。合一不是这个样子，合一就简单，就神在那里，所以我在这里向神看齐，那才叫合一啊。合一就是一啊，向神看齐。那时候我怎么知道向神看齐呢？所以你要查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神需要你做什么。当你做每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先问一下：如果你是耶稣，你会这样做吗？当你讲一句话的时候，你会讲说：如果我是耶稣，我会这样讲吗？如果你受到侮辱、受到攻击，你会想说：如果我是耶稣，我会受到这样攻击吗？耶稣有没有受到攻击？多的是了。可是耶稣什么？最后最大的攻击，耶稣给我们示范一个基本动作：不吭声。他被牵到受宰之处，也
不开口。他默默承受人类的罪，他没有叫屈啊。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虽然他跟父神讲说不要啦，太痛苦了啦，可最后他讲是什么？愿你的旨意得成啊，叫列基来行啊，顺服，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？我们常常要说顺服，你说顺服很累，当你越侍奉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那是越甘甜。我突然讲了一个题外话，当我爸爸40年在牧会的生涯，他都当我的大哥是正直的牧师哦，他在斗罗教会到牧会到退休。可是我爸爸一直觉得说，应该他要学保罗的样式，因为30岁受召，他40年来都到无牧的教会去，等到那个教会长大，他闭幕他就离开。到原水教会，他叫我去接手，我现在回想到20年了。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哈，我这辈子经历的教会是好多呢。没到两三年之后，这个教会长大以后，闭幕我就离开。昨天我刚才有给那个欧巴跟欧妈看了，昨天陈冠生牧师在基督教会就任，说好有诚意，一直讲说会有多希望你能够来，怎么，我就觉得说不要讲我了。陈牧师好好尊敬陈牧师，跟牧师一起同工来复兴教会。我带领他们10月份的第一个礼拜，应该今年了。今年10月份的第一个礼拜，我去基督教会，我希望2楼都坐满。教会非常漂亮，非常美，非常大。这辈子都2年3年再去离开，那些会友很不舍，我也很不舍。可是上帝给你一个新的使命，那是我们不敢讲传道人，最起码是无名传道人应该做的事情。相对的，合一是什么？合一是一个身体合于一个灵啊！每一个人不是各自为政，所以我们有小会有长执会。那么说小会友都不能讲话啊，而且严长老一讲话，大家都不能开口。就是严长老讲话都对的，陈国一长老讲话都对的，我们就不能去反驳？没有啊！你觉得他不对，你就反驳他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受着圣灵的启示来，只有这个共识，就是神所希望我们做的，那就不要再有第二句话。所以我经常讲，只要长执会通过的东西，就不要再有第二句话。无啦，我不能中执会的主持讲安尼唔好，伊都唔听我的话，中了魔鬼的计。魔鬼希望我们每个人合一是什么？在我们不同的意见在整合，在祷告之中，圣灵所带领之下，那个合一才是真正的一。那个合一才是神所喜欢的，所以在保罗在以弗所书，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所写的啊，我觉得以弗所书有空，各位应该从第一章开始慢慢再看一次，你的信仰会增加，会觉得说罗马书啦、保罗的书信里面真的是圣灵所启示的。他就跟我们讲有7个一，在教会里面合一有7个一啊，一个身体啊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上帝，7个一，7个一。少一个可以吗？少一个可以吗？不行，少一个一就是异端。你不相信上帝嘛？所以相信了，你不相信耶稣，你不相信圣灵，你不相信那个三一神的一，那是异端呢。但是多个一可以吗？我今天在开玩笑，很多教会多个一呢，就像受洗，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浸没，完全是浸礼。我们长老会跟很多教会是用滴水礼，可是我们注重的是什么？心理诚实的意义，都是受洗。可是有的教会不一样，浸礼、滴水礼，那只是不同的教会的分别。可是他们对7个一都完全认同。然后之后有一句话非常的漂亮，我们怎么能够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？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有7个一，这7个一是什么？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这个一是指圣灵，是三一神，而不是个人。这个教会每个都很重要，
每个都很重要，我在强调，每个都很重要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赚的钱比较少，啊，我的身份地位比较低，啊，我长得比较不好看，啊，我的身体比较不好，哎，我从瑞士来的，我从美国来的比较好，没有啊。这个叫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所以你跟隔壁的讲，你是最重要的。哎，我刚跟你们讲了好几次了，你们真的要跟人家从心里面发出来讲，你都是最重要的。神拣选你，神让你能够在这里礼拜，你真的是最重要的，无比的重要。这是个得救的凭据耶。所以相对的，7个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。你看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爱，英文啦，中文爱，台语讲疼，台语疼念。你甲念就知，什么叫做疼？你就甲念大腿，念爱挤出来，那叫做疼。但相对的，原文里面的爱有4种。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关系，我们不必把每个爱做分析。但是最后那个爱是阿嘎培的爱，爱加倍阿嘎培的爱，做得到吗？很难呐。你对你的子女，你可能可以做得到，可是对别人可以吗？我最近慢慢看到有很多人真的是付出全部的心血，连小孩子都不敢生。不好意思啊，不是生小孩不对啊。我说他为了传道，连小孩子都不敢生，甚至连结婚都不敢结，为了完全成就死的事工，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相对的一定要知道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一再跟我们恳求，让他们知道神的真理是什么，而不是有个人的。所以神是主长教的人，赐给谦卑的人。我们神一定我们要知道，每一个人在真理里面，我们要相通啊！我们要使他们合而为一。以主耶稣基督祷告我们，或走了又会差遣保惠师来，你们要现在安静的祷告，等候10天以后圣灵降临。他们开始出去传道，他们到各地方传道，可是他们所信仰是同一位的神，一的神。所以他们又成圣，合而为一。相对的，我们要知道，称义儿子跟成圣是3个不同的成分的。因信我们可以称义，称为义不是我们就是义哦，但是我们可以称义，因为我们的称义，我先讲说，我们就可以称为哈巴父神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哎，这何等的光荣哎！今天如果今天总统是赖清德总统说，来，啊你给我做妈子，给我结拜做兄弟。还是来，囡仔我该去做客囝，说你做干儿子，你就好光荣啊！总统说我做干儿子，我觉得不稀罕。如果赖清德总统你有听到的话，我再讲一次，不稀罕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那个就能够这样讲而已，无比言喻的光荣跟荣耀。你说我不对啦，那些街友在台北火车站躺着的时候，进入到礼拜堂，我觉得他们就像天使，他不比你们差，因为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。所以我们所相对的，我们要与教会要合一的根本动力是什么？圣灵的恩赐。我们如果不是用圣灵的恩赐，用我们个人的己意，用属血气的，那么我们慢慢的会忘掉自己，以为自己多贤多强。你看我多厉害，因为我有经过这么大的造就，感谢神，你的造就是要荣耀神。我们所有的恩赐都是荣耀神。那么相对的，成圣能够使教会合一啊。那我们教会全部都走在真理的道路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会慢慢去除掉。我们看寻都基跟友阿爹。保罗先生特别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这2个姐妹，这2个姐妹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做很大的侍奉？有啊，有没有做到？肯定也有啊。那保罗先生希望他们合一啊，慢慢在真理上，他们就会慢慢去合一。但是属血气的人，如果你是属血气的人，你会用你的想法。所以我们经常讲说，上帝啊，我希望怎么样？我希望怎么样？我这样讲，他就开药单啊。你开过那个药，尤其中药行的话，你就知道，中药行是用一个药的话，他就一张纸拿出来，就开始去那边拿一个什么这个当归，拿着枸杞啊，哇，爆了一大堆，有没有？然后还要抓，还要煮啊，或者说磨成粉呐、那是人呐、
遇到方法，我都会先想到人怎么去解决它，我们怎么去应付它。尤其我刚才一来就跟我们民间知识讲说，你最近会累死了，因为台积电哦越来越畅旺的感觉。我听说股市已经上了3万点了，快到4万点了，啊，你会很烦恼，订单接不完的。可是他还来思维啊，这是很重要的职分啊。思维比他当公司大老板，我从来没有称他董事长大老板，我反而他在这里，我觉得很高兴，支持。上帝，你用上帝的合一，上帝照着上帝的准绳去走。我相信你的事业、你的人生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你所做的一切，上帝会保护。恩典就在上帝的身上，只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，我们想用自己的方法去用了老半天，用了老半天。我经常听到很多的例子，他说公司突然这个机器怎么出问题，怎么检查都检查不出来，突然老板是基督徒就跪下来，上我1个礼拜就要交货了，这个机器如果修不好的话，我怎么交货？上帝啊！突然第2天，机器动了，修好了。人家问他说：“你怎么修的？”他说：“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突然一看说，哎，那你怎么少了一根螺丝啊？”然后我就把他地上，哎，看到一根螺丝捡起来。如果他没有跪下去祷告，他还没有看到那根螺丝。他捡起来把它安上去，哇，整个机器运作了。感谢主啊！主在每个地方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在。我的儿子教了10年的书都是优良教师，他虽然耽误了几年，之后最近我觉得很好玩的事情，这1年之内他发表的 paper， 他做的事情都非常的成功。然后他不是最大的困扰，他昨天晚上到1点还跟我讲说：“爸爸，我好累，因为他台语真的讲得不太好。”你知道大家都就国语都讲得很好，尤其年轻人。可是他现在教是礼拜天、礼拜3，这些都请他去讲道。他说要退有时候退不掉，都不好意思，这个介绍这个介绍这个，他说不好意思，所以而且牧师每次经常讲完道是说：“哎，蔡某某，你们能不能将讲道稿给我？我觉得我这个很宝贵。”本来到12月份，我说那好了，你应该专心先写一篇那个 SCIIEA 的那个 paper 出来，让你的学术地位。他在准备讲到的时候，突然接到电话，那个国外一个很有名的期刊请他去当编审，他就传给我说：“爸爸，他们怎么认识我？他最近发表了好多的 paper， 以前大概3、4年能够发表一篇顶级的 paper， 现在是1年可以4、5篇的 paper， 然后一直在发表。”他说：“这怎么会这个样子？然后这个也非常的好，那个也非常的好。神这个地方把你阻拦，他是要给你成就另外一个更大的事情。所以合一，所以大家如果在一个圣灵带领之下，我们的观念就慢慢的合一了。你会发觉到，我们以前有好多的查经小组，慢慢在查经之中，慢慢大家心思意念慢慢会合一。连讲出来的话，你都会觉得说：哎。你怎么想法跟我一样？其实以前不一样，而且怎么会一样？慢慢的，你看每个礼拜在教会礼拜的夫妻，我们曾统计过经常做礼拜的夫妻，反而很少吵架，而且都是人家认为是模范的夫妻，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。那么从合一要走向使命，那我们要合一的使命，所以那个玉芳也帮我念一下，把22节到23节，约翰17章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阿们。上帝为我们牺牲，那是阿嘎贝的爱。所以我们说三一神，他说你差我而来。我们是合而为一的，他就是神，然后他也是人，所以到3月份，我有一个，我现在准备讲到的时候，突然感受到，我们应该让我们知道说，既然你是神，
那何必自己牺牲呢？就一句话，我们罪都赦免了，那不是好吗？那还要这么的曲折，好降生为人，呱呱落地长大，然后学木匠，到30岁才出来传道，传到3年以后就被钉十字架，要那么累干什么？神一句话就赦免你们所有的罪，能够吗？当然能够。可是这样的话，神有没有公义？没有啊。我是法官当很久，我的儿子里面犯罪，我说我是法官的儿子，那我就立刻赦免你的罪，可以吗？你还是要赎罪，可是找不到赎罪，所以主耶稣就帮我们赎罪。所以相对我们要知道，神圣的生命带着我们神圣的性情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圣的生命，我们的神性可以得到彰显。我们所有的侍奉荣耀归于上帝。我们是不是侍奉我们自己？但是那我这随便侍奉。你虽然说上帝不一定接纳，不是不一定，上帝不接纳你的随意侍奉。可你用心的侍奉，你今天上圣歌队，你说我上圣歌队唱的我声音不好，其实我声音真的是跟你以前比起来真的差很多。可神悦纳，你觉得我不会，可是神就是悦纳你的侍奉。只要你出于新的侍奉，神就是悦纳，你会慢慢记得有神性，而神性你会可以彰毁自己的，脱离自己的老我。我们自己本身那种坏的习惯，那种不好的习惯，慢慢去脱离到完完全全跟神融合在一起。所以相对的，欲望再帮我们那一次来，以弗所书，大家都很熟哈，这则经典大家都很熟来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上帝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阿们。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有的圣经里面，那翻译的不同啊，大概都是差不多80万字左右。我们和本是78万字，那台语汉字也78万字，四高本有113万个字。这些字里面，其实讲到牧师，只有以弗所书4章11节。他讲的不是注重在牧师，而注重说你有各种不同的职分，你有各种不同的，就像使徒。彼得跟约翰，你看他的书信里面所写，他没有讲我是使徒，他讲我是做长老的。牧师在这边是个牧人、牧者的象征，就长老也就是牧师。所以我在写30年前，我在写我们基督教总会的宪法跟那个行政法的时候，是跟黄伯和牧师2个主笔。那时候我就把。为了长老放在前面，牧师放在前面，2个在那边争了老半天。所以我争言了，我说牧师就是长老啊，所以长老跟牧师共同管理教会，在小会这样写，现在还在，没有人会改，因为本来就是圣经的道理嘛。所以相对的，我们要说什么叫合一？合一是什么？你要在真道上归于一啦，你要。往着神的使命，往着神的正道上，你来归一啊！什么叫合一？合一就是百节各按其职，弹琴的弹琴，那个敬拜的敬拜，那个圣歌队，服侍的服侍，招待的招待，亲切的每一个人各按其职，然后来成就什么？在爱中来建立自己，满有基督的身量。所以我们讲合一的时候，我们有看到合一的重要性在建立教会。下个礼拜我会讲重读诗篇23篇，那时候我再跟各位讲，从 COVID-19 之后，我们发觉教会不是那么重要，因为有网络教会，我们在网络上来教会就可以。可是我们都忘记，人家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很远的地方去的时候，他们最大要求是什么？让我们回去建圣堂吧。圣堂建在圣堂礼拜是多么美的事情！
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我同在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我一世人一生一世要有恩惠、恩德甲慈悲，叫我三到地地，我要踮伫耶和华的殿，我要踮伫耶和华的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。每个礼拜你来做礼拜是很美的事情。不管你是从哪里来，到礼拜天你到教会里面去礼拜，你会觉得上帝跟你的亲近是多么美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建立什么？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呀。我们各尽，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职分，在做什么？要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但是这个基督的身体很重要是什么？渐渐成长，满有基督的身量，渐渐长成基督的样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查经。你说我已经信主了，我得救了，我可以随便乱来了，我可以不努力了。那个成圣、成长的过程是一步一步一步走的，好走不好走。我跟各位报告，真的不好走。有时候经常午夜醒过来，我爸爸40年来就被赶来赶去。所以等我当法官出来牧会的时候，我爸爸觉得很高兴，因为没有人敢赶你，只是在背后一直骂你而已。因为那么大了还不请牧师，所以啊，真的很大，你们赶快请牧师。我想跑去小的教会，因为我们的使命。所以在台语的圣经里面所写的，特别是有牧师有教师，台语圣经下面有牧师加先生啊，教师他写先生。所以阮老爸人拢叫带生吼，既然你拢叫老爸叫带生。保罗先生，阮老爸绝对不会讲保罗，都讲保罗先生。因为在那种或者讲老师也好，教师也好，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。能够带人查经，能够一起查经，是最美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一个教会里面，就像现在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，伊朗，如果你基督教是会被处死的，是伊朗现在基督徒，伊朗的地下教会非常兴盛哎，大陆现在也是开始地下教会非常兴盛的，因为明面上的3次教会受到迫害。我们长老教会有时候我们想一想，是不是我们已经舒服太久，我们住在舒适圈太久了？我们慢慢觉得说我就是来做礼拜，就是来做礼拜。我们要脱离那个舒适圈，我们已经太久了啦。我们要再建立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什么？属神的教会。然后这个教会是什么？走向使命啊！如果教会这个没有走向使命，走向使命很重要，是从爱中来建立自己。什么是中央教会的使命？为什么提到这个重点？在以赛亚书61章告诉我们，这些受膏者，长老就是受膏者啊。你有传福音负担的，就是受膏者啊。因为我们都军真的祭司啊，这受膏者是什么？向穷人传好消息，医治伤心的人。你说没有，我不是穷人哎，我每个月赚多少哎？没有，你讲穷人，他是穷人啊，我们都是穷，我也是穷人呐，但是我是真穷哈，我连一间房子都没有买不起，但相对的。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因为穷人在神的面前反而得到连续。穷人的福有福了，心来颂用的人有福气呀，他们可以看到上帝呀。我们都穷啊，不要觉得你是很富有的人，多久100年好不好？给你活到200岁。听说现在端粒里面说，我们基因改造可以改造到人一直长，可以甚至以后人类可以突破到200岁。我从来不相信这一些啊，反正是100岁、200岁、10岁、20岁，反正是我在的一天，我就努力的工作。有一天神接我去，我就很高兴的相聚在一起，然后我就开始找，有没有中心教会的？有贝如我有看到你耶，那个眼睛好明亮哦。我们要的是有一天我们全部都是得救，所以以赛亚书所描写的，我们教会里面重要的是让心灵贫穷、财富贫穷、各样贫穷的人到教会来啊！教会要的是穷人呐，教会要的是要信主而称义的人呐，教会不是要那种水准很高的人呢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当我回去台南以后，他们就听到了有2个教会，一个叫天桥教会，你知道很大的教会；一个叫西安教会。
王南杰牧师跟那个林宪平牧师，几乎2个轮流，每天到我家里做，来我们教会礼拜，来我们教会礼拜，我们教会的水准多高？我一听到水准多高，吓一跳，我就跑去很远的一个市场里面的大关教会，那时候不到100个人，差不多100个人左右。我离开是大概400个人，现在大关教会已经很兴盛了。穷人的教会，刚开始大家没办法接受，穷人。连奉献都没有奉献，这个来做礼拜做什么？去恩友教会，你就会听到叮叮咚咚的声音。他们奉献10块钱，你说哎呀，奉献10块钱，我随便奉献1万块钱就够到，就比他奉献更多。上帝不看你的数量，上帝看你的心呢。你说我都没有赚钱，我没有奉献，上帝也是喜欢你呀。你不要以为奉献的人，上帝才会特别祝福哎。上帝当然会祝福奉献的人。就像马拉基书所讲的，你将1/10当纳的1/10奉献给我，从天上开天窗，将福音倾泻给你。可是上帝要是你的心呢？我真的没有钱，没有钱做礼拜，上帝就很高兴啊。我们要的是穷人的礼拜，相对的教会从活动导向什么使命的导向。现在办活动不对吗？对，可这个活动里面要有什么主的爱在里面。我们办活动是希望这些心爱的人能够将我们融合在一起。上个礼拜，那个洛芝斯家庭礼拜，那我在别的教会，那赶也赶不回来了。那我就今天晚上我就跟他埋怨，为什么今日礼拜要定在1点半，这么赶都赶不及。无多，阮查某囝都爱赶去大陆的，阮查某囝都爱赶去大陆。可是我看我们礼拜那个照片照出来，我把我照给我们吼，你说。我好感动哎！叫好多人来，这就是爱。北投很远呢，老就是北投足远的呢，遐侪人去，你有欢喜无？有哦，上帝嘛足欢喜的，不是你欢喜啦，上帝嘛足欢喜的，就是美的事情哎，这个才叫做义嘛。我们合而为一，你们可能会受到委屈。我保证你们每个兄姐都会受到委屈，你们会受到苦难，但是放心，主耶稣已经赢得苦难。你为主工作，然后这个老光红，下班老孬，然后所以主耶稣跟我们怎么讲？为着我，让他对美丽昆良，你讲你万行的派恁就福气，因为天国是恁的，因为天国就是你们的，你们受这些辱骂，受这些侮辱，因为你们天国就是你们的。所以我们中心教会，我们的珍宝。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心教会珍宝是什么？关怀站、查经班、各团契。我们现在慢慢成立各团契。我一天中心来潮说，我们现在教会已经教堂买完了，我们也有钱装潢了。我们能不能请一个英文教师来礼拜6来教这些小朋友英文？大家很注重英文嘛？好，那我们就注重英文。就像以前大家有注重吃，所以美国人一个个米丸的吼，中美合作就是米粉的面粉，难怪当米粉搞。没有教要怎么样？变成长老会是最大的教派。我们慢慢的让所有外面的人进来到教会，圣灵自己跟他感动。我们总觉得说，如果进来教会之后，我就教你什么叫做真理，什么叫基要真理，什么教你怎么教你什么，真的是对吗？男生有几个老师真的圣经念完吗？我讲是男生啊，不是北神啊，北神我不知道。有一点，因为我在信仰委员会太久了，每次他们吵完7个教授、7个牧师，只有1个长老，每次吵完以后都会问我说：“圣经怎么讲？”我就圣经是这样讲。哦，那好，就照这样。圣经啊，没有第二本啦，唯一就是圣经啦，圣经讲的话就是真理啦。我们中心教会有个护照什么？我们希望每一个人，我再强调一次哦，希望你们把它听进去。每一个走到中心教会来的人，就认同这个教会。第一次来是贵宾，也是家人；第二次就是家人，你就这个家里的人。你家人有什么好说？你赚的钱比较多，你赚的钱比较少，你地位比较高，你地位比较低，都是家人的。每一个人，就像我去台南的时候，那时候赖清德总统还在当市长，还在当立法委员。他讲哦，台南的土足黏的呢，听得懂吗？台南的土很黏呐，足黏的啦。然后之后我慢慢体会到，几乎去台南上班的人就走不开了，就在台南。
我们的同事退休以后，当法官退休金很高啊，1个月还18万，那终身制嘛。他就把台北的房子卖掉以后，去台南买一间房子。我20年买的房子没有涨价，但是他们现在买有涨价。台北的房子卖掉以后，去台南可以买豪宅，有花园，然后又有一笔的退休金，好多钱，去那边过着台南的吃又很好，然后待那边头就黏。我希望众生教会的土也很黏，阿们。众生教会的土就是很黏，每一个进来的人就是家人，就是连在这里。不要，我们要在一起，不要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找了老半天，三民两体对，三民两体对，没有，我们都在一起。众生教会的呼召，让我们的行路是什么？你看看你的周围。我觉得我在众生教会最感动的是什么？我们很多的会友我们亲爱的兄姐们，很多人每天都已经在搜索，我可以带谁来教会？我可以带谁来教会？甚至遇到人，你要来信主，你要来信主，你要来我们教会，你要来我们教会。我们教会经常在外面看到一个人，可能在张望了一下，看了一下，就赶快把他拉进来。我们又开始行动了啦。你的周遭的亲朋友，你说可能我不敢讲，这次不敢讲没关系，下次就讲嘛。那或者说你来跟我来看看吧，看妈妈一个金沙文像小手一样在讲台讲道，这个也没关系呀，你觉得好玩也没关系呀。圣灵感动不是我感动你哦，我今天所讲的话，我已经经过祷告以后，你会发觉到我为什么我的讲章跟现在写给你们讲的大纲不一样，因为我有新的感动。我希望这些话听到你们心里面，那每一个人来的人都能够是众生教育的，现在会有最后众生教育的愿景，叫吸引会外的朋友。我们成立不同性质的团契，你们说小组嘛？小组其实就是团契的延伸了。我当初在新生教会的小组，现在已经拓展的变成细胞小组，最后变成福气小组等等的。之后你会发觉到很多人都有相关联。最后我再讲一件事情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有2个兄弟，各背不同的礼物，不同的东西，他们到城里面去要成就一个大事。就2个人因为要走上路好远啊，2个人好累哦，好累，怎么办啊？好累。突然哥哥看到一根扁担，他就去买一根扁担来。就把这2个东西挑起来，一个人搬好累哦，好累。可是2个挑起来以后，他觉得比较轻松走一走，走了累以后，交给弟弟，弟弟又走一走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去背扁担，背十字架，跟随耶稣。你挑的是不同的重担，这些人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人，这些人是你讨厌的人，但是神都会在这里面成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教会要从合一走向使命，我们是使命必达。虽然我们非常的懦弱，但是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，我们是依靠耶和华的灵，我们能够成就这些事情。我们没有依靠实力，没有依靠才能，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在神里面，在真理里面，我们合而为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起立，咱来吟圣诗第533首第1节到第4节。
请坐。这是咱准备心内的奉献。其实咧传访问题，我足希望会当听到迄叮叮的声吼。你敢若10块银奉献，1块也是1块银来奉献，上帝足爱听迄个声。我常常已经足久拢无听到即个声吼。其实有当时啊，真正用10块的奉献，上帝足欢喜。啊，继续来音乐奉献的诗。是咱来吟上营391首吟诗山，请蔡长老来为咱祝祷。愿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跟你们永远同在，保守你们所走的每一个步骤。愿你们的一生一世有恩典与慈爱跟随着你们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愿最后所祈祷稳定，天父上帝听堂圣灵的相通，今日三甲天地对即时直到永世的无尽。阿门。会友请坐。要报告进前，今日先来介绍即个姚长老为2个妹妹，甲一个麦赛甲2个妹妹，有对瑞士倒转来，甲美国倒转来，是毋是？徛起来，阮看一下。咱会后甲互相沟通，这是我的报告。本日小组的分享吼，《生命记》第6到10章。本日聚会后，拆除圣诞的布置，请兄弟协助归位。明仔载下午1:30到3点，就邀请中华儿医学推广部来分享耳穴保健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下主日夫妇甲妇女团契举办每个聚餐聚会，迄个润饼 DIY 为着准备材料参加的人请登记伫后壁的公布栏。本会伫2月8号要举行定期
会员的好会，请踊跃出席，若有代志的，请请假。本周新安国读经的进度，《生命记》11到15章。即是咱来集体交通甲代祷第一，咱也是为着即个彩云姐甲贝如特别来为因代祷。咱也为着即个欧长老因一家，甲陈胜良、林慧玲、陈新成的心灵健壮来代祷。另外，阁一位是即个以前咱遮严长老的门婿，叫陈辉雄兄弟伫昨对姐夫嘛姐夫嘛对。昨受主惊调，咱也为遮个代志来代祷。咱即时请蔡长老来带咱代祷。我们众人的祷告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举起圣洁的双手，在神面前的祷告，神必垂听，因为一人的祷告力量是大的。我们为了陈威雄弟兄，昨天蒙主恩召，我们希望家属能够知道，他不是死了，是睡了，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有一天也是要一起相聚。我们为了彩云姐精神的复苏，我们的贝如姐的眼睛。他还另外一个眼睛坐来看着我，那我们的眼睛，然后我的保留姐，她现在身体也不太好，还有我们所知道的身心灵受创、身体欠安的人，我们来祷告。现在我们自己本身默祷，求你保佑。我们亲爱的天父的父神，陈兄弟兄们照你的宝座前，求你擦干所有家属的眼泪，因为知道我们人基督徒的死是睡的，在神的面前有一天我们会在主里再相聚。求你保守他们，我们每一天迫切的祷告为彩云姐，让她灵魂很快的苏醒。有经验的精神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为贝如姐的眼睛祷告，求主你差遣医生，能够诊断出她的病因，彻彻底底的让她的眼睛完全的恢复。神，你的恩典跟她同在。为保罗姐在你面前祷告，你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，求主你也悦纳他们，悦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在神的面前都得到主你的明细。尤其我们特别为我们欧长老一家人，我们也为慧玲他们一家人来祷告，求主你照顾他们手所行的、所受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有神你的恩典跟你的恩惠跟他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小组经济甲迄个分享，敢有敢有没有真的好 OK 好咱今日聚会到遮，咱立道闭会，请圣乐队来唱祝歌。真的会祝福给你们身上，把它全部听进去。对岁数也比过来，你来特别听，较清楚嘞。上帝特别祝福你，
安平安，嘿，玉安谢谢你，先把我念得很好，祝你。